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每一座都市的发展，拢甲交通建设有正密切的关系，这嘛是铁道文化迷人的所在。台湾有一位研究铁道的学者苏昭旭，伊环游过世界48个国家，嘛来完成着48本甲铁道文化相关的著作，是华文世界的第一名。伊热爱铁道甲模型，伊甲家己的作品甲收藏的画作、图书，拢展示伫台南伊家己所成立的交通博物馆，免费开放参观。乡亲啊，咱就做伙来看苏昭旭甲铁道的故事。已经停驶40多档的光华号，搁出来走啊！活灵灵的模型，互咱感觉搁回去过去的日子。另外一边是已经消失的嘉义4型车库，曾经是南台湾小土团火车的大本营。第一个出厂的这台火车是在明治时期的 CK80型，随着明治时期过后，进到了大正年间，这是台湾铁道史上一个非常实用化，后面加挂美水车的蒸汽火车。从此之后，火车的续航力变长了。一代一代火车的故事，伊拢熟络了。伊是苏昭旭，高雄参理大学航空甲运输服务管理学系助理教授。伊嘛为阮展示对蒸汽、柴油到电力机车纵观的100年历史。然后接下来你不要移动你的身体哈。为什么说你不要移动你的身体呢？因为我现在倒着回来，你这样看是不是觉得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？而且呢，它是台湾我们自己的自强哈。讲到伊亲手打造的景，欢喜敢若亲像囡仔共款。伊毋但是模型的收藏家，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目前全球华人铁道领域专业的册数量上侪的学者，有47本，其中一本翻做日语，连续2档摕到金鼎奖足侪奖项。伊有发愿要用一世人的时间来完成铁道智库专书，保存铁道的文化资产。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志向，就是将台湾的铁道立足台湾，放眼天下，乃至于将全世界的铁道编传成一个世界铁道大词典。我只是忠于我自己内心中那个热情的因子，而且不让它消失。有历史的那个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上面故意用那个有进油的那个牛皮纸。哦，那是故意的。对，故意。这样看起来不觉得有点像岁月的痕迹吗？53岁苏昭旭是伫嘉义出世，这套阿里山的松林铁道是伊上爱收藏之一。为了展现火车驶离云顶，伊用足侪卡书，想足侪办法的。阿里山松林铁道是全球罕见，同时有东湾世界的路型，还有指这个2型的登山铁道。苏昭旭积极推动登录世界文化遗产。2020年，伊用资料来统计，证明台湾阿里山松林铁道离海拔上悬点，还有关价差上济，这2项特质顶悬，超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登录的世界遗产铁路，和台湾铁道纪录伫国际顶悬受到重视。一般人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，甚至我们觉得不是妄自菲薄，就是过度的敝帚自珍，总觉得台湾不如外国人好。对于我的家乡阿里山铁路而言，我只能说她是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大美女。苏昭旭画几千张的铁路图，一笔一画，用图把火车保留起来。亲像这台 CT231已经拆解，伫台湾看袂到原本的火车路。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亲临现场，但是有些地方已经过去或消失，那必须跟别人借片子。你甚至还要做一件更辛苦的事，那就是
自己做一台模型摆在场景上，然后再把它拍成照片，再摆到书里面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这也就是这个志业为什么要走上10-20年那么辛苦的地方。有足侪档的时间，以画图，还有相片，拢印你邮票，甚至是悠悠卡，还有护照的内页顶悬，全世界看得到。这是我一整个墙面的图片资料库。那我经历过黑白、彩色底片以及幻灯片。苏昭旭难得开放伊的册房，内底有足侪铁道资料、甲珍贵的原始档案，另外还有伊世界铁道细透透的卡架。那有一次呢，去德国哈，那是在冰天雪地哈，必须一个人呢到山里面去，可以说是当时是站在冰天雪地当中啊，靠耐心所取得的。这台是东西德边境的传奇部落垦登火车，离路西铁基路顶悬咧行，就是掠迄100年的时间。为着翕现济的铁道，苏昭旭用20档的时间，48个国家行透透，翕1万张的导影片。但是这一路行过来不简单。是，因为认为说你有才学，你有能力，那为什么不去当公务员呢？因为要跑全世界，可是我又不是个有钱人，所以必须省吃俭用，穿的衣服、穿的裤子，尽量能省则就省，吃的都是最简单的，把钱留给家人，弄到最后伤身、伤心又伤肝。苏昭旭对铁道的文化做热情的，但是却互伊一路坎坎坷坷，互你家在伊无放弃，坚持理想。更加难得的就是讲，伊甲累积的经历和知识分享出去，无要求回报。国外有很多私人博物馆，这些私人博物馆其实都是每一个热情的种子开成一株盛开的树。那所以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理解了一件事：知识不是为了取得权利，那知识是为了什么呢？我说，知识的效用在于助人，知识是拿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它的人。2007年，苏昭旭甲台南的徛街改造，变成交通科学技术博物馆。一楼的客厅有世界上足侪国家铁基路的模型。连便所拢有灶卡、食饭桌啊，嘛拢有大台火车的模型。这个博物馆装下我一生的热情，装下我一生环游世界的典藏，让每一个需要知识的人，你不用付钱，免费，你可以享有这一切。我只是希望，当你们看到这些东西，能够把这样的大爱的胸怀，再去造福其他需要知识的人。拢总有4层楼的透天厝，1万座的模型，每一台火车拢会当遥控，干那铁基路都有几啊种。我把同一类的东西收整在一起。精美的小零件、电线、电路板，拢袂当走进有差错。苏昭旭本身笑讲，上困难的毋是斗做伙或者是分类，是岁月的摧残。这是最辛苦的，因为我已经年纪大了，要弯起来呀。苏昭旭的身体慢慢的老化，伊就烦恼讲，大家对铁基路历史的记忆，嘛因为时间一天一天过，怎放袂记哩，最后消失。我们的铁路法比较旧，那么我举个例子吧，例如说，我们的铁路法里面有专用铁路，可是我们并没有定位所谓的轻便铁道跟文化资产铁路，英文叫做 Heritage Railway。那当我们缺乏这一块的时候，就会使得我们许多古迹，如果今天没有特别去争取它可能到最后就会因为它过时而消失。采访最后，苏昭旭带阮去台南体育公园，遐有2台烧土炭的火车，是伫有战争的时阵生产的，过去差一点仔变成是排档古刹，互你家在2020年修复完成，气势十足，威风凛凛。这张照片是我拍的，就说这日本的同行车。修复的过程，苏昭旭帮忙整理资料，知影2台老火车头的身份，总算是找到徛卡的所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弹孔没有修到。好，我们还看到打到麻花脸的是这边来，弹得很累累，而且你注意到它那个弹孔大概都有这个位置，
就是这个角度，就是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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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下打。哎，对，都是由上往下打。现在人家不能破坏它，因为根据文物执法第103条，你只要是被认定为古物的话，你会被罚款的。嘿，好，所以你看有没有古物的身份？你看这个差别多大啊！每一台火车背后拢是一个故事，记录发展的历史，承担建设的重任和希望，甲咱人对故乡的感情串联起来。苏昭旭用伊一生的热情，爱铁基路淳朴的心，做守护铁基路的使者，传承台湾铁道的文化。如果这个环境要更好，那绝对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有更多人大家投入来做，让每一件古物跟铁道文化资产都能够得到它历史的定位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这个社会共创双赢的局面。